对啊，说突发就是要突发，讲要雄雄出来，就是要雄雄出来，袂当互你摇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搁小等一下哦。搁看有人会入来无？突发一下啦。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恭喜啦哈！新年恭喜，敢若这个新年期间吼，真欢喜，参大家见面。小等下就要开始啊哦。小可等者。哦，大家好，敢若伤大声啊，声较细声者。来甲这个老话甲调整一下，开讲前甲调整一下。今仔日，要来耍一个游戏。啊，这之前阵仔看人迄个 YouTuber 吼，也是有一寡实况主有现面的迄种的吼，拢有来耍这个物件。我感觉真趣味的，而且我感觉真适合我呢。等下拍开的时阵呢，你就知影讲是安那真适合我。应该讲，其实真适合所有有咧用声音做工课的人啊哈，真好耍。我来叫，传一个。水哦，竟然有人摇到哦，真厉害！你好，罗先生，好，我来看卖哈，调节。第一摆开这个节目的这个。直播吼，一寡物件嘛是爱小练习者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随来测一下。
应该有听着音乐啊吼。昨吼，我有先开起来，应该昨暝我先开起来算一下，就是先练习一下。啊，我想讲，一开着哦，就开始算啊，拢也无啥物迄个设定啊，啥物拢无。这个游戏就是足简单，足简单安尼，对啊，无啥物复杂的设定安尼啊。音乐应该听有啦吼，听会到吼，正常的对啊。哦，好，会当行来行去啊。我会记诶，敢若有啊，已经有试一你甲倒等下啊。干我看嘛，敢袂当改一下名。我昨有想着讲，对啊，原底伊诶声音是啥？等下，阿里嘎多，哎呀，我想要甲改名。好，安尼。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好哦。阿里嘎多，这个声音无好诶，改一下。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袂歹。可以。完全没有游戏介绍，无啦，爱较悬的啊。伊这个游戏啊，我嘛唔知影伊完全咧创啥，啊，反正就是有这个通饲安尼。像即摆我嘛唔知我要创啥，我昨就拄啊开开，啊就饲一只鸭安尼。啊，你若开游戏开愈久无吼，伊就会趁家己生钱出来啊。这有一款物件通买，合唱营唱赢。哦，改设这个区域啊。哦，点愈久就会当升愈久了，就会当趁愈侪钱了对啊。干那一只鸭尔呢，真无聊。我看卖我阁会当去算啥？这是要哪阁饲其他的动物啊？哦，羚羊。哦，有了，哈哈，有啊，好哦，这一定要想一下台语的。这个就和这，我的台文输入法无去。羊形，你看知影羊形是啥？羊形就是羊癫疯啊！啊，我昏去啊！啊，我昏去啊！好哦，走一队。啊，我昏去啊！我的鸭子哦，我的伫遮。阿里嘎多，啊，我昏去啊！阿里嘎多，我昏去啊！好，各位
对，羊形呐哈，解锁全图鉴是咪？哦，原来是安尼，这是宝可梦呀。过来，又搁是羊啊，刚好。我来查看卖有啥物好耍的参羊啊，咁趣味的这个台语词。羊啥？羊桃哦，杨桃，羊啊对啦！你安尼讲，害我安尼，我应该讲神奇宝贝啦吼。阮迄个时代毋干那神奇宝贝，还有另外一间叫做数码宝贝啦。对。羊形、羊杠、羊毛衫。这样啊，那台南腔吼，台南腔就说羊啊羊。你若听到台南腔，你若听到台南的朋友拢会讲羊。我像这找共音字较趣味，羊，啥物好羊的咧？羊，哦，好哦。我看卖啊！啊，有了，有咯，我想到了。这羊气就好啊，羊气。等一下，羊气。羊气啊！羊气啊！敢若头一字小可来啊！敢若头一字小可写无录着。头一字无录着。山羊的羊甲台语同款啦，系啊，羊啊，就是羊。我感觉第一个字无录好，羊气啊，羊气啊，融化了哈，羊气就是融化的意思啊。羊气啊，羊气啊，不要再养了，好不好？阿里嘎多，我看卖啊。伊这大部拢画甲毋知啥物物件啊？这150，这是啥？好梨，好啊，刚好。迄天咱拄好唱了一条歌，狐狸。狐狸的情话，狐狸的情话啊，无笑。我感觉爱用进前你只款狐狸心花开，狐狸心花开。等一下啊，心花开。这个台语字啊，吼，狐狸啊，狐狸心花开。狐狸心花开，哇，伤过长。狐狸心花开，伤过短。狐狸心花开，狐狸心花开。啊，我唱较紧好。狐狸心花开，狐狸心花开。
想过赶，哈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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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花开，哈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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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心花开，好利的情批啊，会使哦，哈利哈利心花开，哈利哈利心花开，那有第二只，哈利心花开，哈利的情批啊呢？哈哈，就靠背。等一下。哎，我觉得阿里嘎多最好笑，好可爱哦！有够高追啊，等下啊！哦，这250呢，真贵呢！哎，这愈来愈贵哦，我看嘛这是啥货？卡哥，来，我甲个朋友介绍一下，企鹅伊个台语字要安怎写？卡，等下。卡这个鹅字哈，有的所在会念牙啦哈，牙肉，鹅肉的，要安怎讲？鹅肉，啊有人讲牙肉哈，卡鹅安尼写啦哈，卡鹅就是卡咧鹅啦，卡鹅哈，站着的鹅，嘿对啦，老先生讲对啊，卡鹅啦。哎，我看卖啊哈，徛好好，徛好，啥货？徛个，站起来的鹅，对啊，徛个，好。啊，现在就白痴的名。发卡，发卡个，边发卡，边发卡。边发卡，边发卡。我想者，边发卡，老师我唔敢。边发卡，老师我唔敢。边发卡，老师我唔敢。哎呦，他还会在北极区呢。伊家个北极区个有细呢，够笑的啊，干。画卡一个，或者卡个，自己跟自己演戏。老师我唔敢。不要画卡，不要好了，自己跟自己演戏很奇怪。边画卡，老师我唔敢。介绍下，边画卡就好啊。等下，伊这登录搁要开钱呢，靠呀，还我无注意看。登录搁要开钱。匿名失忆人匿名失忆人，你好，新年恭喜。歹势啊，生了伤过投入都无注意看迄个，无注意看聊袂久。等下哦，边发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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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哦，来。边发卡，边发卡。我见啦，这钱生了就紧诶，嘿嘿，海象，这一看到爱知影讲伊爱什么名啊，搁也使讲，啊哈哈，
阿麦良子，哈贝能去。等一下，这一定要叫哈贝能去的啊！啊，后尾过年，等下，后尾想要食鱼啊！后尾想要食鱼啊！无啊，较加好。后尾想要食鱼啊！后尾想要食鱼啊！好。后尾想要食鱼啊！发肚子溜冰哦，跟我这样喝。后尾想要食鱼啊！跟我这些功能。后尾想要食鱼啊！他那个声音还会有那个呢，就是远近的差别，远甲近的呢。好吵哦！等一下，叉西郎来，水北极熊。哦，这熊哦，想着物件通啊好啊。系啊，其实熊吼，熊的台语会晓讲无？熊啊，这个闭口音呐吼，这个嘴爱合熊，吼，跟这个羊形的形无同款哦。刚刚前面有一个那个羊形嘛，杨巅峰的羊形，那个形是没有闭口的啊。这个形呢，熊这个字要念要闭口，形啊。台语教学结束，好，咱来看卖啊哈。安尼形就安尼好啊，那底下会形的形，会形的形，就歹念的，等下。会形的形，等下，会形的形。你如果说“行”这个字来讲，还对 HIM 的 him， 你若讲是不是行呐、行吼，行，你若讲行，就是你若讲没来讲行走的行那个字吼，伊若文音或者行，吼行走嘛吼行，但是伊含这个行无同款哦，伊的发音的原理无同款，因为你行的这个发音是用。迄个几根就是用舌根，行，行，可是熊呢，它是用前面的行，它是只有嘴巴闭起来，然后舌头是舌根没有顶起来的，所以只是舌头平放轻松，行，然后嘴巴闭起来，行嘛呢，然后前面那个前面这个行啊，就是头晕这个我头晕迄个行呢，它是那个跟我们的那个注音符号的 in 一样，你那个舌头要前面的舌头要顶起来，要碰到上排牙齿后面，行，行的行的行，无同款咯。好，我嘛想要分去，我嘛分去啊。头晕头晕，头晕的晕哦。等一下。是不是较好笑？头晕的晕哦，头晕的晕哦。边滑卡，边滑卡，阿里干多。有去啊！后尾想要食鱼啊！边滑卡，边滑卡。头晕的晕哦。后尾边滑卡，边滑卡。我去啊！好你心花开，我去啊！佮加几只啊？这已经是鹿啊！好，这只好做驯鹿嘿，驯鹿嘿，那个驯鹿其实是不是安尼念我嘛唔知，我是直接叫鸡念的吼。鹿啊啦，鹿啊，我们就是那鹿的那个台语叫做鹿啊哈，鹿啊哈。
啊，你若点孤字就是一个字的，录那个字念录，嘿，录，甲这个录音的录啊，同款啦哈。要录啊是。啊，我知影要学啥，这，甲我讲录音嘛吼。搁录一摆啊，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。好，这一摆就是一次两次，然后一摆两摆三摆四摆哈。迷路是不是？哦，我来给你查一下，我先来甲这只录仔的名先甲声音先甲决定一下哈。啊，伊的名就是搁录一摆哈，搁录一摆，我看有没？就直接录搁录一摆好啊。唔对啦，搁录一摆。唔对啦，搁录一摆。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啦。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啦。系啊，我嘛是想着重新录一段啦。你重新录一摆。你重新录一摆。安尼袂顺。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啦。安尼就好啊。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啦。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啦。安尼较有声，生迄个声音啦，就是迄个动物的叫声安尼哈。搁录一摆，搁录一摆啦。边滑徛，边滑徛。哦，头晕晕的晕哦。搁录一摆，边滑徛，边滑徛。Hello， 伊度。我昏去啊！阿里嘎多，阿里嘎多。我昏去啊！我觉得杨气，我真的是厉害。我开想着杨气实在是太太妙了。哦，鹦鹉啊对吼，较早讲要帮人查这个麋鹿对不对？麋鹿我敢来当讲是鹿仔的一种，但是伊是毋是有较早的台语是毋是有收这个词？我无确定，会当查者。毋知会当有分这有无？哎呦，麋鹿的底下念麋鹿呢？有字典有收这个音啦，伊个直接念麋鹿，麋鹿的这个麋鹿，毋是马路哦，不是麋鹿哦，行毋知路迄个麋鹿哦，麋鹿是一种鹿啊，叫麋鹿哈。鹦鹉诶，鹦鹉咩讲？我袂记啊，查者。哪色的鸟遐？哪鸟啊？鹦鹉，我看下，搁有收啥物货？鹦哥啊，对啦，鹦哥啦，鹦哥叫啦，鹦哥啦，鹦哥。我怎么会忘记叫鹦哥呢？对对对，鹦哥。我看袂记你和这鹦哥，嘛有人叫鹦鹉啦哈，就是直接叫那个鹦鹉的这个叫字念的对啊，叫字直接翻啦哈。有的人你会感觉讲，哎，这靠，这直接叫字翻，其实毋是100%讲叫字翻拢袂使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台语会有家己的讲法啊，因为台语嘛是较早嘛是会用到汉文嘛是会用到汉字嘛吼，啊，所以嘛是有当时会一寡文言音会留落来，像讲鹦鹉就有可能是1949年战后啊，可能有人就直接安尼写嘛，啊就直接照念安尼啦，所以伊是毋是自早还有其他的名无？毋知。啊，若是像讲咱即马既然咱知影讲有一个叫法叫鹦哥嘛吼，啊，咱就我个人就感觉讲，咱就来用鹦哥就好啊，鹦哥叫了吼。哈哈，住在鹦哥嘛，反正会使啊，我看没啊，鹦哥，鹦哥，我看没啊。
啊，我知，就这演歌的哈。我都无咧演歌，我都无咧演歌，演歌，演歌就是很闲的人，然后演，我都无咧演歌，我都无咧演歌。演歌，再来哦。我都无咧演歌。哦，听他叫声会有那个会有钱呢。我刚注意到，讲你听伊叫也会互你钱的。我分去啊！互你心花开，我分去啊！互你心花开，我分去啊！哦，钱愈赚愈济呢，咱个继续来生啊！火烈鸟，这人讲的红鹤的款啊吼。红鹤，我想到一个足歹听的名，但是阮这是一个正常讲台语的这个频道吼，咱袂当黑白号迄种吼，这个足粗吼，足歹听的味啊吼，像什么臭干辣椒，迄绝对袂使哈，唔当，这连讲啦，会员开爱开，会员直播的时阵，较会使甲我的真面目刻出来吼。咱这是一个啊，咱这是一个要讲做文雅的台语的所在哈，大家唔通黑白来哦。咱这是参加这个动物园电台哈，咱拢是就讲这足文雅的哈，会线题材。很古的真面目安尼啊，唔通。其实是即个古内底即个先拜即个叫做公道先生伊的真面目啦，哈，毋是我哦，毋是我。我个人很古是真有气质的红鹤嘛吼，就继续，看下讲啥物鹤就好啊。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哥，这离这个会员开启吼，还佫足久的啦，大家豆等。哼。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你看起来就歹啊！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好你加载，哦，继续买，看卖还有啥？鸟头鸟，啊，这个免甲你讲啊，这个鸟头鸟哈。嘛有人讲暗光鸟啊，毋过哦，其实暗光鸟嘛是另外一种鸟啊，嘛是暗光鸟。我check一下。暗光鸟是有人讲是就夜鹭哦，另外一种鸟啊吼。还有猫头鹰啊，讲猫头鹰就是讲鸟头鸟啊。
夜鹭，或者暗公鸟啊，鸟头鸟就是猫头鹰啊，还是讲夜枭哦，鸟头鸟对啊，暗公鸟嘛是会，有人嘛安尼讲无毋对啦，有人讲你若讲猫头鹰的台语，有的人会反应就是讲暗公鸟，啊毋过我查字典是写暗公鸟，伊是写另外一种动物，就是夜鹭啊，夜鹭先做啥看我嘛毋知。啊，人会讲来形容一个人讲，啊，你这个人敢若暗公鸟咧？是暗公鸟的，或者这个，就是讲夜猫子哦，那种华语会讲夜猫子啊。大概让查一下夜路啊，夜路走多冲遇鬼是不是？高黄啊，哦，还有这种讲法就对啊。感谢这个林秀提供这个答案，真好。好，咱先来想讲这个鸟头鸟要叫啥名？鸟头鸟，鸟。我迄个时阵，我捌讲过，之前捌听过一个词吼，恁敢毋捌听过？叫鸟什么？鸟臂吧？我看下，鸟这个词吼，应该讲鸟这个词就是猫那个，不是猫哦，这是另外一个词，有你这个人就鸟哎，不是说这个人很猫哈。其实是有别的意思，就是这个人很龟毛，应该说很会找茬的意思。一这两就鸟哎，鸟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袂记你爱开迄个，哦是连锁。是冷色来啊！我袂记讲爱看迄个有改过名的，要无大家拢看了 ID， 我靠，我毋知咧讲啥物人。感谢咱的军冷色，咱的好朋友吼，来，我来查看卖。鸟猫对啦，一般都会写成猫啦，但是其实伊个找无汉字啊。啊，来写鸟猫的鸟头叫好哦。鸟，呆了就安尼写，鸟猫，啊，底下个写鸟就好啊，不要再坚持汉字了。鸟猫的鸟头叫。鸟猫叫，我想一下，哦，有了，鸟猫，鸟猫。哦，安尼有成动物的叫声。我都无咧演歌，来啊！他一脸就很猫毛啊，对。我都无咧演歌，喝你家仔。我都无咧演歌。不能放在这里，为什么？为什么猫头鹰不能放在那边？为何？它为什么不能在树上？奇怪了。他不给我把那个放在我觉得严哥好好笑啊！真的这样叫吗？
给新进来的朋友看看哦，就是今晚上的这个游戏是 My Voice View Zoo， 就是声音动物园的意思啊。你就是一直会当个买一寡动物啊，甲伊录伊的叫声，变做伊的叫声，录你的音，变做伊的叫声，录你的声音，然后它变成它的叫声。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功能，就是一直养这样子，然后就一直开启其他的东西这样子。各落一摆啦。边滑卡，边滑卡。对了，边滑卡，哎，边滑卡不能放在上面。边滑卡，边滑卡。边滑卡，边滑卡。那个换一下衫好啊。哎，真够水呢，够有水鸡呢。边滑卡，边滑卡。小等下买好啊，我想要搁加买一寡动物。边滑卡，边滑卡。我看买。哦。马歇来了，马歇来了。这个吼，这个老鹰的台语怎么说啊？老鹰的台语应该说，伊的发音足侪种啊吼。我拍开我的字典，伊的讲法应该是讲伊的发音足侪种。有人讲拉歇，有人讲马歇，对，做的发音。但是拢差不多意思，就是吃宵了。马歇我拍字互大家看者，马歇，安尼，马歇，伊做者讲法啦吼，有的人讲马歇啦，有的人讲来歇，有的人讲来歇，还有讲。真啊，来歇哦，来歇啦，哪歇，马歇，无话外归音，密集音，外归音，马歇，音啊好，哎呦，这种讲法真特殊的，这音啊好，鹰仔虎啊哈，音啊好，讲痛味，辣歇、哪歇、马歇都上济啊！我看阮南部那个哪歇，然后老鹰边啊，马歇，这一定爱互大家认识这个台文字啊吼。所以讲我甲这个马歇这两字留的，讲老鹰。鹰啊好，无叫鹰啊好啊！底下套用严格的这个逻辑啊哈。伊原底写做安尼啦，鹰，好，我看这是对的讲法。鹰啊好是新竹的讲法。咱新竹的朋友有无？新竹讲号做鹰啊好，鹰啊好，我叫台北拢会讲好嘛哈，鹰啊好，鹰好较唔好，好咧，鹰好较唔好，鹰好较唔好，啊。无笑，等一下，鹰啊好鹰，又是一只很闲的鸟，对啊。鹰啊好好啦，就鹰啊好的好啦。鹰好较唔好？它原本是鹰仔虎啊。这是字典记载，伊是这个新竹的台语的讲法，叫做鹰啊好啊。鹰啊好，确认。鹰好。边滑卡，边滑卡。ありがとう。
我都冇得赢个。赢好，快冇。放这里，又不能放在这里了。它到底哪里才能放？快冇。赢好，快冇。你嘎仔，你嘎仔，你嘎仔。等一下，它能不能够住到对岸去？我想把鸟都合在一起。哦，不行。你嘎仔。快冇。赢好，快冇。哎，看不到它的名字，等一下。好，不然站着就好了。快冇。你嘎仔。赢好，快冇。我的不能赢个，我觉得我取得好好啊，真是开心，就欢喜耶。等一下啊、哇，足贵呢，1800块呢。哦，我即摆已经来到这个2万块了，2万块咯。这个数字已经来到2万咯，各位朋友啊，这个台湾的股市上万点已经足久以前的代志，即摆已经上要3万点咯。狮吼，我就上期待这只出来，我一直咧想讲狮吼，这一定要和一个这个就尊重老母的这种，我们很尊重母亲的那种讲法了哈。哎，我们没有骂脏话哦，伊这个就是狮因老母，就是狮的因老母啦哈，就是狮子他的妈妈啦哈，狮因老母啦哈，狮因老母。等一下，为了避免人家说我乱来，我决定要写一下啊，买二啊的狮因老母的啊。哦，用空格来表示一下我的敬意。塞因老母，明天还会在吗？没啦，不这喊嘛。买二啊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等一下，加看，我觉得先取这个好了，塞蕊就好了，塞蕊。塞老母，对啊，好恐怖哦！我越想越不对，安尼干嘛安尼唔好哦？咱也是直接塞蕊的啦哈。来塞落来讲，来塞落来讲，等一下，来塞落来讲，来塞落来讲，这一只狮子是8+9了，等一下，一只8+9的狮子，塞落来讲，来塞落来讲。啊，对，我直接改来你来塞落来讲哦，重录一下。哦，现在登录要180块哦，愈来愈贵呢。来你来塞落来讲，来你来塞落来讲，来你来塞落来讲。这样8、9味就已经很浓了。等一下哦，等下哦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。
还有一点像咧薄冰两安哦。好来，继续后一只，吼，这看一下西牛，吼，又个要讲西呀，搁一只西，搁一只西是西牛的西吼，无共款，无共款。等一下哦，我确认一下。等一下啊，哦，真的诶，西牛对啦，我无记唔对，嘛是念西了对，西牛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做来这个，哦，这个台语小教室小教室一下吼。咱讲犀牛或者安那咧，犀牛的台语或者西牛啦吼，西哦。牛哦，西牛啊，有一句台语叫做西牛照角，犀牛照角啦吼。啊，这个西牛照角什么意思呢？咱讲用华语来讲的，叫做这个大眼瞪小眼吼。就亲像两只西牛啊，用伊的角吼，互相安尼照角，就是要来讲吼，互相安尼，像你来看，咱讲。布袋戏内底就两个角色咧照角的时阵，就是两个角色安尼射来射去，有无？安尼啊，迄镜头就安尼，两个安尼射哦射一阵，啊，就是两个角色安尼对看吼，强要迄个即个整起来迄种，麦当就讲照角啊，这两字吼。啊，那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意思就是讲来讲大眼瞪小眼啦吼，就是即个两个人吼，啊，即个若见着面，啊，这意见袂合。哦，安做西牛照角啊！吼，这个咱教育部的字典呢，伊有一个例句吼，讲互大家听啊，因两个啊，袂出西牛照角见面就答吼，西牛照角见面就答吼，凡啊看到的人都拢害头，就是讲这两个人见面就会答啊吼，啊看到的人拢会害头吼，这个西牛照角。啊，另外一种讲法就伊就有另外一个讲法呢，叫做眉目传情哦。刚我记得是艺术，在教育部的书店下啊，伊讲眉目传情，用来调侃感情恩爱的夫妻或情侣啊，哈啊，西牛照角够这个意思哦，这个爱这个例句是安尼啊，讲迄对翁仔某出门唔拿手牵手，目睭佮不是咧西牛照角，真正互人心生角啊，这就是心生角。哦，另外一个讲法哦，提供大家参考。吼，来这个西牛照角，安尼我知影要甲伊录啥来。紧张，刺激，两个人照角录。搁讲较紧诶，紧张，刺激，两个人照角录。紧张，刺激，两个人照角录。啊，紧张就好。哦，哎呀，还有很正面的意思，对啊。啊，不是刀了对啊，不是拢啊，不是刀咧西牛照角，我刚才讲唔对，不是刀咧西牛照角，对。刀甲拢两江有形，较讲哈，这较细微的这个，较幼路的这个文化啦哈。我来想一下，安尼啊。紧张，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录。紧张，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录。好哦。西落来讲，紧张，刺激，两大。很会演戏的这个西牛啊。西落来讲，紧张，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录。等一下。来，西落来讲，紧张，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录。不行，这只犀牛感觉是比较笨重一点的，我觉得这个声音是不是太刺激了？我一直被那只狮子这样塞落来讲，我觉得有点受威胁，我要换去别的地方比较可爱的，会不会去换另外一些所在较古锥的？
心花开，我分去啊！头晕晕的晕哦，后尾想要食鱼啊，搁落一摆，后尾想食鱼头晕晕的晕哦，边滑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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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晕的晕哦，系啊，边滑徛，边滑徛，阳台先天照角落，来我看卖啊哈。边滑徛，边滑徛，哦，佫有做在食呢。哦，其实特别买了啊。我边滑徛，看卖这只哦，枪啦，大枪。好，咱这个枪呢，伊台语就叫做枪啦，大象的象，台语就叫做枪枪。枪要啥啥？枪枪枪枪枪枪枪。枪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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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枪枪枪枪枪，枪枪枪枪，西牛接角，此样枪枪。皮卡丘哦，不是啦，哈丘哦，哈丘，等一下，哈丘，哈丘好哦，我感觉嘛真好笑，哈丘，哈丘，好啊，等一下，哈丘。好唱，好唱，等一下，好唱，哇！我的手机发出了怪声音，好唱，好唱，好唱，好，你就叫好唱啊！边滑徛，边滑徛，后尾想要食鱼啊，好唱。我哈唱走去对呀。哦，两大先天照角落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落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落，好唱，好唱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落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落。好唱，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两大。开大灯厉害，大概好。对，这对呢，这区拢就凶猛诶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。佮有步平衡的感觉，我感觉足好笑。这一定是河马，对。我来查看卖啊，河马，伊的台语是啥货？河马哦，那无可能啊。河马，对，一定毋是诶，真的。河马咧，惊死！我看卖哈，河马。阮较早拢看即个风霸王哦，东河马，无笑。太阳之手，东河马。佫真正有人，佫有字典收咯，真正叫做河马，刚好，真正有叫河马哦。哦，有一种讲法讲河猪啦，迄种鳄马，鳄鱼的鳄啦，鳄鱼鳄啊吼。鳄马、鳄鱼的鳄啊，鳄马、河马，真正叫河马哦。东河马，哦，
现在讲这大叔笑话，就讲这阿杰笑话哦，阿杰个冷笑话，河马，河马，真正有叫河马呢，啊无，我想想看伊要叫啥物？系啊，二马跟合租的说法对，爱台语收入的啊。啊，这个爱台语就是讲，你若感觉讲这个词吼有这种讲法，啊，若字典无收的，你会当家己甲你感觉对的讲法藏起哩，安尼大家就会当来参考，讲吼阮遮有这种讲法，还是讲安怎吼？这就是伊毋免经过专家学者的这个足严格迄种审查吼，就会当直接互这个词会当互人知影讲，可能有这种讲法，啊，你感觉讲对啊毋对？吼，你会当去起一个赞，还是讲起一个讲，我感觉足奇怪吼，这种讲法。二马，五马，啊，还有一个叫做河堤，河堤，五马河堤，哦。啊，我感觉这足好笑的，嘛毋讲足好笑啦，河壁。何必嘛？何必呗？何必呢？何必呢？系啊，二马跟合租的说法。哦，何必呗？何必呢？你这是何必啦？何必？看有啥物词通爱用？哦，有啊，还有一个较好笑的，何苦？你何苦啊？无好，搁换一个。何苦啊？何苦啊？哦，伊个喙安尼遮大，拄好会当用即个讲法。何苦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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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苦？何苦呗？何苦？藤泽两大先天借角咯。塞落来讲，金钟刺激，两大先天借角咯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金钟刺激，两大先天借角咯。好像金钟刺激，两大。哦。感觉会当来买一寡较大的物件呢。会当开一个区域啊，风之秋哦，风之秋，甲花声洞穴，是不是要先甲家哦？把动物放在这里，它的叫声可能会有点不同，加趣味，好哦。还是先甲这动物甲买好了好啊。即摆钱够有够，甲这钱开好了，把甲这动物甲拢甲买落，剩无几只。搁咸，又搁是咸，咸。好啦，
虽然我较无爱用这个华语的这个拟音，但是嘛是会当爱用。我看一下。熊又是熊，它是伊是正港的熊呢。卡多还是北极熊，北极熊。我想到一个政治无正确的讲法。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查某。等下讲伤慢。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，唔是臭查某，俏查某。等下，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查某。讲较紧。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查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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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哦，来，我来把它移一下。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查某。有气啊！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查某。了熊了虎，唔通了着俏查某。它可以放这里吗？我看看。你在嘞，一当凶猛动物区。何况来你来，杀！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，两大先天照角落。何况来你来，杀！紧张紧张，刺激刺激。叮咚叮咚，每次进去都觉得很刺激的感觉，大概入去就拢做刺激的啊！哈哈，正刚才后来啊，别啦，好的就做最趣味的。再用一次唔当啦，安尼人讲无好笑啊！一定爱因为这虎吼是咱12生肖的内底啊吼，所以一定这过年的时阵啊，一定做些这个虎年的这个趣味的话啦吼。来查一下虎年吉祥话的怎样？各位大哥，不可以再狐狸嘎仔了，这不好笑了，已经用过。我讲没有，狐狸嘎仔已经用过啊。狐狸嘎仔，哦，有了。哦，狐狸阿布哦，等一下，这吼，这嘛是爱有年岁人可能较听有，什么是狐狸阿布哦？这物件是一种较早电视购物拢会买，拢会咧卖药啊，或者狐狸仔布哦。但是，
我实在感觉足好笑。等一下，我来看罗马字面来写个狐狸阿普。up 吼，这是向上的意思啊，所以咱大概的有人起来用说狐狸 up 吼啊，至于为什么要 up 呢？这个什么地方 up， 这就是宰人啊吼。你嘛会当讲狐狸 up 是这个，互你的这个职务啦吼，互你升官嘛，互你 up 吼，也是讲互你飞上天嘛，是会当 up 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叫鸟头焦头白？会对呢，嘛是可以啦。不过我感觉严哥嘛真好笑。对啊，焦头白爱吼吼，好，狐狸 up， 等一下哦。up ph up up 好了，等下 up 就好了。狐狸 up， 等一下。三支雨伞飘，这个也蛮好笑的。狐狸 up， 骷髅避开，狐狸 up， 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安尼对不对？我无白讲哦。阮是这个这个骨头无好的时阵，互你 up 吼，毋是这个另外一种你是黑白想的迄种哦。哦。骷髅避开，互你 up。来你来。骷髅避开，互你 up。骷髅避。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不行，我要再加一点这个嘶哑的嗓音才有感觉。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大气一点的声音比较高一点的，高亢一点，那个才有像那个电视广告、电视广告一种啊。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好哦。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骷髅避开，狐狸 up。现在的小朋友一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啊！对啊，一定已经摆少年人一定不知道我在讲啥，够好耍的。哦，第一只monkey来啊！大猩猩，这个咱讲这个猩猩吼，伊讲有台语，我看卖。大只狗，细只狗就狗啊，大只狗这啥？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天上的星星不说话，我看卖。佮这真正叫星星呢？有台有一寡书店有收录个做星星啊。教部书店嘛收个做星星，真正个做星星呢？星星知我心啊！我来写写星星。偶尔要政治不正确一下哈，就是语言正义有时候要放旁边才好笑。这个星星知我心，这个星星知我心。不对，不好笑。晶晶知你心好了，星星知你心。
星星知你星，星星知你星哦，啊，星星知你星哦，啊，星星知你星哦，啊，知你星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放在这个杀气很浓厚的这个来你来那边哦，形容形容刺激刺激。它可以放在树上吗？胡萝卜开，哦，老背起来，来，不能放在这里。胡萝卜开，三位来讲，何况星星知你星哦，啊，何况星星知你星哦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咱是台语的频道啊，咱袂当讲，这个一只动物内底拢无台语，安尼唔好吼。จิ้落啊，好改一下，จิ้落好啊。จิ้一个。星星知你星哦，来阿狗甲你จิ้一个，来伤长，咱来。星星知你星哦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星星知你星哦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何况星星知你星哦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何况对啊，有牛或马的时候，对哦，这老伫后边用。阿狗甲你จิ้一个。阿狗จิ้一个。这个声韵感觉无好笑，换一个声，换一个。星星知你星哦，阿狗จิ้一个哈。星星知你星哦，阿狗จิ้一个哈。星星知你星哦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星星知你星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星星知你星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星星知你星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模仿周游，其实我真正是为安尼想个对，为周游迄边想过来。袂歹，咱拢是共年过的人，拢知影我咧讲啥。我用什么梗，恁拢知影，厉害，不错哦，很厉害哦。看来他觉得可爱可以解决一切。你感觉讲这只是啥货？竟然是胖达，袂歹。胖达，熊猫哦，熊猫。胖达，胖，头前这字就是面包的那个胖，咱买胖的胖，就是这字。啊，达就是贴啦吼，达胖达哈，你看有人看有？胖达胖达，佮写一个胖达好。啊，我想到啊，胖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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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胖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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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首歌叫《Linda Linda》，但是我袂记得安怎唱，我都学袂唱。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《Linda Linda》？就是Linda Linda Linda Linda。三人来讲。第一支唱歌的，等一下。星星知你星，阿狗จิ้一个。星星知你星，星星知你星，何况？胡萝卜开，我哩阿布。胡萝卜开，我哩阿布。好好笑，天哪！
够好笑诶！这真正就趣味咧。虎胖达，好好笑，虎胖达好哦，虎胖达，胖达，胖达，胖达。胖达胖达，胖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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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虎胖达，好酷哦，虎胖达。这想法就好。我感觉伊这个歌哦，伊这个歌啊，生得就奇怪，你会感觉就奇怪吗？运用你的想象力。这个时阵，咱就爱甲咱的。胖达哇！来你来，骷髅背开，胖达胖达，骷髅背开，火力布，骷髅背开，火力布。好，懂的就懂啊。骷髅背开，火力布。好，哦，这个唔知真正阿布等下哦。火力布，骷髅背开，火力布。可是他这样就离开凶猛动物区了，骷髅背开，火力布。无要紧，咱这个无人听有，谁那无人听有？第一啦，我讲台语 ，YouTube 听无。第二，我讲的这个梗是怎么古早的人较知影，较早的人较知影，即摆无人知影，少年人听无。水啊，黄标。来个后一只，我看卖。12点哦，来12点来叮噔噔噔，即马时间来到半暝12点，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要困的紧困，若无要困的继续留落来哦。噔噔噔噔，素然，绝对不可以接后面3个字哦。大部分的人都嘛呢用的老梗不好笑，这不好笑吼，什么声音不好笑，不好笑。那你要想一个新的那咱们要想一个新的啊，咱那想一个新的啦，你不好笑我来查一下这个素兰。伊即个台语袂安讲，素然哦，树蛇，这种讲法真趣味呢。伫树仔内顶头咧蛇吼，真好，真趣味。我先下一个吃，我的台语输入法开无去啊。蛇安尼写哈，蛇来蛇去的蛇啊，树蛇。对，在树上爬的感觉啊。这是爱台语收录的啦，这树蛇，我感觉真袂歹，真趣味。有人讲蛇啊，嘛是同款是蛇来蛇去的蛇。还有一种讲话叫树懒，就是甲树啊揽的迄种揽嘛，树揽嘛。我感觉树蛇较趣味，还有讲一种讲法就是树榻、树榻，或者树榻、树榻，树蛇好啊！我感觉树蛇真趣味。好，这个时阵咱就要来想一个这个蛇字啊，有啥物看蛇？蛇去对哈？有啥物好笑的事咧？咱来找看卖蛇。这时阵下向台文就是真趣味，就是伫遮啦哈。下当这个查这个字典哦，就知影。蛇。这个有热蛇啦、喵蛇啦、乌蛇啦。有人讲死蛇啦、四界蛇啦、蛇卡蛇手啦、顶边蛇、
鼎边蛇啦，鼎边蛇是一种小吃啊，顶边错了哈，鼎边蛇。啊，尿尿蛇，因为它是咱用迄种动物方程式吼，这个动物红虾期，伊这内底有一个这个快侠哈，快夹的这个设定就是伊做慢的嘛吼。蛇，安尼啊，吸蛇哦，我想看卖，蛇，蛇，要蛇啥嘞？还有看伊标景有点厌世的感觉。想不到哎，我的创意枯竭了。先录一个蛇就好了，换下一只啊。蛇来蛇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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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蛇来蛇去。骷髅被开，火力不。哦，我实在太喜欢那只老虎了。骷髅被开，火力不。蛇来蛇去，来找一个好位置给你。树懒应该是碰到。蛇来蛇去，不行哎，会当坑一下嘞。你找一堆。我们家的蛇来蛇去找一堆。我的树懒失踪了。胖达，星星之女星来，打家了。它不见，它会被藏起来。要嫌要好，来你来，就跳紧张，刺激，两大神天笑到，星星之女，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何况星星之女，塞落来讲，我想说蛇，咱的树蛇都无去啊。我看卖。哦，水鸡，这个我最会了。来。这一定爱安尼喝的啦。
水鸡。啊，讲到水鸡哦，伊的文音哦，咱也是捌有水鸡这两个字的文音，嘛不是讲文音啊，就是刚才迄个水字啊，如果把它念成另外一个文音，然后再加上鸡这个字的台语音，这嘛是另外一种不能说的秘密，袂使讲的秘密了哈。什么 gay？ 什么 gay？ 我来查一下我要的那一首歌的歌词。好，啊！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太慢了。你那头等一下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要再快一点。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。好，暗头水鸡 OK 了哈。为什么要这样录呢？这个李炳嘛，李炳辉较早有一个老歌，叫做《暗头啊水鸡》吼，伊内底是安尼唱的。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，伊后壁个田啊头田啊尾，水鸡口口好哦，好的声音哦哦哦，吼，较早一个老歌，叫做《暗头啊水鸡》吼。火力啊不！你那头尖啊尖啊，胡萝卜开！我要把它放在看得到的地方。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。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不行，你那头尖啊尖啊我要把它录的有韵味一点。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，哇，那个 O 没有进去。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。又太快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，好哦，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山后哦，好哦。你那头尖啊尖啊落啊。金门王 RIP 丢，他缺少一副墨镜。其实他的这一句应该是李炳辉唱的，李炳辉唱的啦，不是金门王。我的印象是安尼着，应该是李炳辉唱的，主唱应该是伊。哦，这啥货？高啊！是安那遮尔平常的动物爱囥较遮后壁咧？够！够。等到讲，哦，有了。高港药，其实人讲
这个高岗药其实嘛是有小可，什么款的人？高岗药是什么款的人呢？这大家再思考一下哦。买好啊，当然真正有黄标，当然高岗药，高还有什么货？高。好，有了。黑狗偷食，白狗受罪。人讲即句做黑狗偷吃啊，白狗受罪吼。黑狗偷食，白狗受罪，就是讲这个叫人冤枉啦吼。这个黑狗偷食，白狗受罪啦吼。好像黑狗偷食，白狗受罪。黑狗偷食，白狗受罪。为什么他可以一下就生在这边？好像在听那个广播电台。身为一只黄狗，他根本在讲风凉话。其实我本来要学这黑狗兄，结果伊也不是黑狗啊，所以咱袂使个，袂使迄个。他现在一只动物，伊敢若一只动物，敢若会当一只尔吼，伊袂当讲做一只安尼啊。这一定是猫啊啦，对啦。他为什么要在那个大象的屁股后面？哈奇的后面为什么？啊，这个要用台文打。灰巴里鸟，灰巴里鸟的声音要用什么？灰巴里鸟，灰巴里鸟的什么意思呢？灰巴里鸟就是这个图案啊，还是说这个颜色很乱？很杂，很多颜色那种感觉叫灰巴里鸟。讲哦，安那喂，你今日穿甲呢灰巴里鸟安尼吼，灰煞煞看无？然后这个人穿着很花吼，啊，或者是说你食物件食甲灰巴里鸟，就是就是满脸都是东西，菜渣啊，什么饭啊，黏那边灰巴里鸟，这就是灰巴里鸟的意思。好。那字典上面还有一些近义词哈，近义词啊哈，灰鸟鸟啦，灰里落啦，灰落落哈，啊灰落落哈，灰落落啦哈。我还在想我们灰巴里鸟要怎么取？鸟猫的叫已经有了哈，所以就不能用鸟猫这个字了。喵喵喵喵喵喵么喵么喵么，看到什么词啊？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三卡鸟，三卡鸟就是说这个人哦，这马上讲半汤塞啊，对啊，半汤塞三卡鸟那种赶快艺术，三卡鸟就是这个人就是技术只有就是很烂啊，技术不好哦，技艺不精哦，这个字典写的比较严重一点，他写的不中用的人啊，这种沙卡鸟，这个意思吧。啊，灰巴里鸟叫什么名字呢？要叫什么声音呢？对啊，不中用的人，沙卡鸟，半汤塞，半汤塞，是同款。
半汤西给罗西，半汤西，上面还写说近义词半汤西，半汤西的近义词半汤西，真正有人安尼讲，干嘛？现在半汤西。唉，我又卡住了。灰巴里尿要叫什么声音好呢？半汤塞啦，塞师傅的师，半桶湿，半汤塞。啊，伊讲近义词嘛，讲写半汤塞，我感觉敢有人安尼讲，应该是袂啊，应该是较少啦。讲到安尼，应该是讲半汤塞尔。好吧，当我们不知道它要叫什么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用那个台语的这个手语，那个俗语好了哈。哎，我想了一句话，叫“青眉鸟嘎的吸鸟器”，就是瞎猫碰到10号字哈。青眉鸡得到糖，剁到糖。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。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。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。哦，这个声音比较好。青眉，跑掉了。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。对啊，台语俗谚很好玩。青眉鸟嘎吸鸟器。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，青眉鸟嘎吸鸟器。好，不要再放在哈琼的屁屁了。好，我们建立一个原则，就是讲。这边放一个俗语区好了，全部都是台语俗语。好，剩下几只把它用完吧。偷啊！偷啊要怎么搞？为什么偷啊要在雪区？为什么会在偷啊会在冰雪区？他明明就很怕冷，一明明的就惊寒。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讲法？就比如说我们去旁边吐啊，比如讲你这个人啊，吃酒吃个俩吐啊是什么？就是去旁边吐哈。比如讲俩吐啊，就是呕吐的意思啊。抓兔子就是去吐了。俩吐啊，好吧，你就叫俩吐啊了。哎呀，俩吐啊，就是去吐的意思。好像有味道的感觉。这么可爱的兔子，它的声音竟然是这样子。安尼刚好，
我想应该要改一个比较可爱的声线。这样好像没比较好。好，就决定是这样子的。好可怜的小兔子哦，它的声音竟然是这样，也声竟然是这样。听起来只是干鹅，干呕，安尼好哦。要安怎配较有迄种水的声？这样子吗？要配甲敢若有等下，无说你气着。这样应该有一点水声了哦。我到头只白狗受罪。我觉得前面那嘎西吸尿器的声音太小了，要让它配得起旁边的那个高啊的声哈。前面有嘎西吸尿器，前面有嘎西吸尿器，太小声。前面有嘎西吸尿器，前面有嘎西吸尿器。像之前我看到我有看到网络顶头有人在录讲，这个把你阿妈卖掉。那个人家用过了，我们就不要再 copy 了哈。有人改迄乌鸟来讲，迄个把你阿妈卖掉。我来开一下那个，开一下那特效音。把你阿妈卖掉。另外一种。把你阿妈卖掉。继续搁开看什么动物？菇来咯！它跟那个树蛇啊，就是树懒，会当斗一对，你知无？这菇了必蛇，菇了必蛇。菇了必蛇都要到这会。菇，菇有什么好菇的呢？咱来找看卖有什么好菇的？菇。来讲一个地色，嘛唔讲地色啦，一个树吼，真趣味。咱讲，你若捌看过这个公司台语台节目，因捌介绍过一个树吼。咱讲宅男的台语要安怎讲？就是otaku的这个宅男，这个台语要安怎讲？因有用一个树叫做康菇。暗康菇了吼，暗康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洞，涵洞就是暗康。暗康菇就是一只菇伫暗康内底，伊有来譬如就是讲，定定踮伫厝里，无爱出门的人，也是讲这个人就是迄种，人讲井底之蛙，买当用这个暗康菇吼，暗康，这个暗，这个是暗，第一个字是暗要闭口哦，吼，暗康菇。或者这宅男的艺术，就是讲井底之蛙都可以。但是宅男一定是井底之蛙吗？安尼刚好，我给他变身，看看他能不能够让我也可以。让它变声器，看能不能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
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不行欸，他记不住我的，他没办法录进去我的那个声音，这是我变声后的声音。手机咕叫啊，蛮好笑的欸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等一下，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暂时安尼啦，想无。我到头奖，白狗受罪。何况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你来，塞落来讲，紧张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我来做一个设定一下。我刚刚发现较多有一个怪怪的所在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Loopback 啊，刚刚这样就不对了，刚刚没有把那个我的这个变声器的这个声音抓进去就不对了。我重新开个游戏一下。好，白狗受罪。星星知你星，搞这个跳脚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宅况嘿嘿，可以了，试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何况等一下。看能不能把这个声音弄进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哎呦，可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我是宅男。星星知你星，啊，搞快点亲姐。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紧张，刺激，两大先天借甲咯。星星何况来，塞落来讲，大先天借甲咯。来，塞落来讲。吹美鸟甲西西鸟死，你那头尖啊落山后。吹美鸟甲西西鸟。好你一步，骷髅避开，好你一步，好，继续买，骷髅避开，继续甲买落。哦，一只马啊，16,000。啊，我知影。幽灵马车啦。幽灵马车。
喂，哎，我的回音不见了，亏姐。喂，哎，没出来。喂，啊，有了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。哎，等一下，不够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太慢。别人的失败，等一下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太慢，再一次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太近了，远一点。声音太高昂了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。什么路都很大声，等一下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音量都会爆表哎。关小一点。有了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太慢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又太慢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太快，像在赶火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。啊！再一次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太慢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哎，可以了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，避开，火力部。好。等下，声音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骷髅背起来。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好你心花开，我分去啊！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好，接下来的布袋戏系列好了，全部都布袋戏。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全部拢布袋戏啊！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哦，牛诶，牛。咱来看这个牛。牛要号啥货咧？牛，咱这要买了，咱的动物这要用了啊。牛。牛年的吉祥话有哪一些？牛年吉祥话，牛年的吉祥话，牛，计装一牛车，牛人花进啊，真好笑。牛人飞进没有什么，感觉上想不到什么较趣味的话哈。牛人飞进，牛。
牛。我看了一个就北七的，道不同不相为谋。德不懂不相为谋，哎，这蛮好笑的，可以哦。德不懂不相为谋，这也是布袋戏系列。哦，讲一个大家较唔知影的一个较特殊的事哈，就是你捌听过这个马卡龙？台语要安怎讲？马卡龙有的所在哦，有这牛力、牛力啊，牛力，有的所在这马卡龙。就是牛力，啊嘛有直接讲马卡龙，啊，还有虎脸甲，马卡龙牛力有听过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就是叫牛力好啊，牛力马卡龙。啊，伊声音就是我较早讲的迄个。德不懂不相为谋，德不懂不相为谋，德不懂不相为谋。德不懂不相为谋，德不懂不相为谋。好，德不懂不相为谋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德不懂不相，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德不懂。德不懂不相为谋，德不懂不相为谋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哦，太好玩了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好，碰气仓鼠哦，就碰气啊，碰气，不放弃的碰气。不放弃的碰气，什么烂谐音梗？我北龙棍很大声，对啊。叽叽楚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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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叽楚楚。我都我的严哥，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叽叽楚楚，别人失败，别人失败就是叽叽楚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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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叽楚楚。哎，靠腰我的老鼠又不见了，哦，在这里。叽叽楚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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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叽楚楚。哦，要放哪里好？我不懂，不相为谋。叽叽楚楚，叽叽楚楚，叽叽楚楚。叽叽楚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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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叽楚楚。叽叽楚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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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叽楚楚。叽叽楚楚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
西班够受罪。别人好，最后一只哦，瓜牛。瓜牛在哪？参雷哦，等一下，参雷刚是瓜牛。最后一只瓜牛。落雷啦，靠腰啦，我甲竟两个袂记哩，落雷啦，毋是参雷啊，落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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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恁爸挂落雷了，哈哈哈哈，安尼敢好？这8+9系列，落雷。劳雷就是台语讲劳雷，其实讲劳力士啦，劳力士啊，对啊，劳雷，俄罗斯。无聊。啊，恁爸挂落嘞，等一下。按恁爸挂落嘞，按恁爸挂落嘞。够受罪。够头等一下。别开。按恁爸挂落嘞，按恁爸挂落嘞。啊，8+9区。塞落来讲，按恁爸挂落嘞。这个咯，按我就好啊！你来，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紧张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按恁爸挂落嘞，紧张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按恁爸挂。就是我的快乐啊！紧张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哦，没了哎，已经没有了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我觉得腮骨这个应该再配一个好玩的，等一下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我想一下。塞落来挂落嘞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。我想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宅人。按恁爸挂落嘞。大家好，我想要找一只，我想要找一只来录伊亚苏呢。这几只要来换伊亚苏，胖达，来讲，要嫌要好，唔通要就请查某。按恁爸挂落嘞。来你来，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蛇鹤啊！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刺激两大先天这个咯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啊！球蛇，你要换声音的球蛇。别人失败就是我的快乐。哎，等一下，没改到声音，来咯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哎，太慢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又太慢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再快一点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西苏如基，乾坤木切。
就是我的快乐好啦。细思如记，轻在身体这个路受罪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印度印度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印度印度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细这个路，思如记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印度印度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，细思如记，好了，我是宅男，搞定。我不懂不雄为谋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我不懂。叽叽楚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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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叽楚楚。我不懂不雄为谋。啊，后尾想要食鱼啊！后尾想要食鱼啊！掠头啊！边滑跳，边滑跳，叽叽楚楚，叽叽楚楚，叽叽楚楚。后尾想要食鱼啊！好这么热爽。后尾想要食鱼啊！搁落一摆啦！边滑跳，边滑跳，好，搞定啊！准备要来休困啊！感谢今仔日各位的陪伴。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，和你加在。我的我的严哥，这严哥太高了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我的我的严哥，我的我的严哥，和你加在。看唔好，这边啊要对话了嘛？印度印度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，我的我的严哥，喂，赢和你加在。看唔好，我的我的严哥，按，赢和你加在。按印度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，按，您别挂了嘞，这要放在比较不容易出现的地方，这样才不会不小心听到。按，您别挂了嘞，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按，您别挂了嘞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不行啊，这个太像脏话了。按，哎，瓦姐，瓦姐，点咯。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按，啊不行，您别挂了嘞，这样就好了。您别挂了嘞，来你来，塞落来讲，连带身体这个路。您别挂了嘞。印度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，别人的失败就是我的快乐啦。细思如刺激刺激，连带身体这个路。好，好玩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好啊。今仔日呢，先升到这啊。不行了，愈来愈乱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，我是陈磊，不是宅男，我是宅男。大家好，我是宅男。搞笑诶，欢乐。啊，大家好，我回来啊！真正真趣味。我本来想讲吼，算一下1点钟就好啊，结果一直算落啊，足趣味的啊！今仔日真欢喜，大家来陪我算吼。啊，这个过年期间呢，咱这个搁有通啊上线陪大家，真趣味啦吼。我即摆是毋是想报第二安尼？我即摆讲话拢爱摇来摇去。刚刚我卡拄仔发现的啊，啊别闹了，安尼先来甲大家讲拜拜哈，我来开一下迄个我的。开一下我的后台咧，咱讲这个后台啊，后台，迄个后台边仔讲台语啊，北区啊，
不是你的后台啦，对了，巴库就是你的后台，你的靠山的就巴库啦哈。现场感谢这个罗真爽、佮社头1号、佮秦林新朋友哈，精灵、林情啊，精灵哈。南宫会好大声，好，多谢大家来今日来陪我耍哦，吼，咱再会再会。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大家暗暗暗暗，再会再会，有缘才个来，多谢。啊，这个马仔呢，高几率啦吼，高几率的突发咯。明仔载就算无共，就是无共款的主题啊。好 ，OK， 拜拜。大家拜拜，新年恭喜，食饱紧困。